咁你到時就要煩惱究竟退休打算點啊？咁變咗呢段時間咧，你到時再增加去儲錢去退休嘅話，可能唔夠時間俾你儲，因為你65歲就一定要退落嚟。而最弊咧就我哋而家咧15就要理想，即係我哋喺譬如話統計處講，而家初生嘅男嘅就其實79歲啦，女嘅其實就84歲啦。其實上如果我哋活到65歲咧，男嘅其實就唔係79歲，因為你已經65年未死得啦。咁所以你個壽命咧其實長過79歲。如果你已經活到65歲，其實你嘅壽命咧係已經去到係83、84嘅。而女嘅咧，女性更恐怖，女性到65歲其實預期壽命即係去到91歲。所謂預期壽命嘅意思係咩咧？你有一半機會喺呢個壽命之前，即係無主動調，亦都有機會係超過呢個年紀。咁所以你睇到就係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我哋想死死唔去，最弊咧周身病痛，然後咧家庭成以前就養兒防老，而家咧就靠自己，係嘛？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就點樣能夠退休嘅問題啦。所以對香港政府嚟講，即係養老係個問題嘅，即係你強積金一定唔夠你退休。咁跟住之後點咧？唔知啊，呢個除咗政府擔心之外咧，其實我哋都需要自己擔心，自求多好靠政府，靠政府嘅蚊運啦。咁喺嗰種情況之下，你有睇到咧，其實如果你望望自己一生人由今天到將來嘅話咧，你發覺咧，其實你應該係有次序咁去安排自己啲錢。咁當然呢個有次序安排嘅話，我哋要諗下就我有乜嘢能力去賺錢先，係嘛？咁睇翻一般人，你一係好彩嘅，佢今年出世，咁啊教即係培養，咁啊助助我啦，咁啊幾個就係咁噶啦。咁一係咧，你就靠自己努力，係嘛？咁其實絕大多數人就係靠自己努力做份工賺錢，然後靠賺錢慳翻嚟嘅錢去積累你嗰個第一桶金。你話我唔打工，我做生意咧，其實你做生意咧，你基本上就兩個角色，一個角色你就係投資，一個角色就打工，係嘛？因為你除咗要出資金之外咧，你仲出埋自己啲時間精力。咁賺唔賺嘅你係冇呢個商業風險咁再進一步啦，你話我投資巴菲特都係投資賺大錢嘅，但係千祈唔好入巴菲特投資到賺大錢。巴菲特都識就做投資家。如果你覺得你有巴菲特咁嘅能耐嘅話，冇所謂，你都專業變成投資。不過最弊大家咧就諗住想好似巴菲特變成巨富，但係咧就想偷懶中國人、香港人走隻嘢，就係淨係做個業餘嘅巴菲特。業餘嘅巴菲特咪攞業餘嘅回報咯，咁投資你又唔可以食全身嘅，咁你可以諗到，即係你靠投資去賺錢咧，呢個係難改嘅。咁當然你仲話另一個方法，我咪有機會還財㗎啦，係嘛？即係香港人即係個星期睇買六合彩，係嘛？然後又賭馬都係博還財。咁股市都係賭場啫，我又博一個啦。嗱，還財咧，老實講。即係大家算下條命，能夠中還財有幾多先？係嘛？六合彩嘅話，3800%嘅機會俾你中，合唔合理啊？唔中就應該，中就唔應該嘅。咁所以就唔使諗。股市咧，其實股市投資咧就唔應該有賭場嘅，即係我哋講賭博投資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嘅。賭博咧就學咗緊學員，到最後咧係人和遊戲啫。喺香港你賭馬或者六合彩更加輸硬嘅，因為即係賭博稅已經收咗2成幾啦。咁投資咧，其實個目的咧就我哋希望分享呢個社會呢個經濟增長嗰個成果。咁所以你要明白就係經濟增長，你先可以分享我哋經濟增長冇得分享咩成果。如果我哋分享咩成果，你係要俾啲心機嚟研究下嘅。咁你如果冇呢個心機冇精力嘅話，冇研究咯。咁所以歸根到底，我哋想睇錢同學嘅話咧。最主要咧，其實香港絕大多數人90%嘅人都係靠打工嗰份人工，然後你嗰份人工睇你點樣好好地慳落嚟。喺呢個慳嗰個過程咧，你希望咧，如果係投資有啲方法或者係有能力嘅話咧，可以賺多少少。但係起碼大家都知就係你賺翻嚟嗰個錢咧，其實係一個長期作戰係個經濟大家享受，個經濟好你就賺。經濟差你都蝕，咁就睇下你究竟
你拉入嚟嗰陣，每年都係7到8%都唔差㗎，8人通脹。當然如果你話舊年3萬兩千點比較嘅話咧，平均每年會過10%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呢個係你長期作戰，多數人話你錯係乜咧？就係、市低嘅時候入市，市高嘅時候需要入市。好多散戶都係咁啊，所以點解好多啲即係分析家設計咗個散戶指數，就係個市場散戶參與越多嘅話咧，就係、個市見頂嘅進路。咁舊年好明顯就係去到10月嘅時候，散戶參與指數係極高啦，嗰時亦都有好多啲所謂股神啊，即係報紙啊、傳媒即係鼓吹即係其實市況不可上眼，鼓吹股神，即係鼓吹大家都係好正面。咁如果而家啲股神個就變咗跌曬落變咗瘟神啦。咁在座大家可能即係你過去嗰段時間你投資可能過分啊，即係其實過分好多時候因為點咧就係、大家都貪希望搭順風車，但係其實順風車好危險㗎嘛，好容易車毀人亡嘅。咁所以你搭順風車之前你諗清楚先。你如果係明白嗰個環境係點嘅，而你知道自己嗰嚿錢蝕得起嘅，投資好簡單，你如果蝕你先至會投資，蝕得起嘅話咧，咁你就有條件去即係換取個可觀嘅回報。如果蝕唔起嘅話，真係專家都唔係神仙，今日知聽日嘅事啊，大家只不過憑我哋對市場對經濟嘅了解，去估計將來嘅環境嘅。咁但係你要估即係未來一個星期個市升定跌嘅話咧，大家都係搣埋眼唔講嘅。即係分析嗰個道理咧，就係即係各有各道理，我睇好嘅一大道理，我睇淡嘅一大道理。咁奉勸大家就係、今次呢個浪嚟啊，好多人受傷，其實大家都係吸收教訓。喺香港或者現代社會，你冇辦法避免投資嘅，因為你要考慮通脹，你話你放借銀行，你話你食通脹。但問題就係你個投資你要得個啱你嗰個咁嘅個人嗰個咁嘅即係水量究竟你實唔實咧？要控制究竟啲錢你係咪行先講住開發嘅？如果講住開發嘅，就算我講俾你聽，即係而家個市幾多買一點，你肯定升上2萬點嘅，你都唔應該去投資。咁即係呢排聽翻啲電台有好多時啲咁嘅即係股主啊，即係撲數自己幾多錢買到邊啲股啊，而家咁嘅事。其實有啲咧，我覺得根本唔應該投資嘅，一啲老人家升咗得幾廿萬，咁結果咧幾廿萬攞晒去買股票嘅話咧，其實就非常危險。咁唔希望呢度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如果有嘅話咧，咁大家可能都會將自己個項目出嚟睇下點樣大嘅問題。咁留翻啲時間一齊討論其實就點樣？係啦，咁正如頭先阿峰哥話當你唔知嗰個即係投資嘅產品乜嘢，當然即係投資係好危險啦。同埋另一啲嘢咧，就好似頭先阿峰哥都有提過咧，就係話當你可能唔係好清楚嘅時候，亦都冇評估過自己嗰個風險，跟住去投資咧，就好似上咗一架順風車可能係車毀人亡。咁但係咧，我好多朋友同我一樣，唔上都上咗咯喎，搭緊嘅喎呢個順風車咁點算咧？跳車啦，定係殺咗個揸車嘅人保住幾安全咧？應該點樣去自救咧？喺呢個位咁樣理財方面咧，即係有好多喺法律上嘅問題，大家都應該要知道了解下。正如我頭先都所講，未必係一啲即係個人嘅朋友啦，或者係一個公司嚟講面對一啲即係收入上高嘅問題，但喺法律上高有好多嘅專業意見，專家意見我哋一定要聽下嘅。呢個時間咧，我哋請業際嘅大律師嘅高級合夥人咧，就係鄭中律師咧，幫你講。